係又有豬嘅學界比賽。咁我哋嚟咧就係打氣支持加油，希望佢攞到一個好嘅成績。係啦，弟弟都為家姐加油。哦，世上只有媽媽好。尋找又有鐘嘅路上。呢啲咁高嘅身影應該就唔係啦。我揾人咧就只可以靠部相機，因為嘉榮隻眼真係唔係太好。嗱，我哋而家仲未見到油油㗎，但係我哋先用電話記錄低媽咪同爹哋同弟弟係真係喺個場入邊㗎。以視頻為證又有，千祈唔好嬲豬，我哋唔喺度啊！上次錯過咗佢嗰個長跑嘅時候咧，佢係好失落嘅。係啊，上次睇唔到佢衝刺啊，唔開心。大超，大超，加油啊！練咗幾個月，希望佢有好成績。中國強，自己跳，想清楚啊！加油！中國強，加油！佢認真啊，豬豬啊，有踱步嘅原來。加油啊，又有豬！睇到我心跳都加速。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加油！豬油！加油啊！考第幾啊？佢哋學校第4定第5咯，應該都問誰因為兩組前面個組都跑得好快，係咪啊？冇啦應該。我見悠悠跑得幾快，我影到佢英姿喎，好緊張啊！佢跑嗰陣時，過周位嗰陣時，我個心噗噗噗噗噗咁跳，好似我跑咁。因為難怪啱啱我係有見到有啲幾似遊客嘅媽咪。因為今一年咧，原來係第一年粵港澳3個地方嘅學生一齊比賽，咁所以我就啱啱奇怪啊！呢度運動場冇理由變咗一個旅遊景點嘅，做咩咁多遊客嘅？嗯。估唔到，但規模又唔係特別大喎，咁樣就。咁都係精英啊嘛，個個精英都過嚟跑啊嘛，邊有咁多精英啫？啱嘛？精英喺呢度，誒上咗精英。Tomorrow。學界比賽最細嘅小朋友啦，你哋加油啊！哇，家姐開始咯喎！由於我嘅眼力真係實在太唔好啦，唔知悠悠係咪係呢一組嘅？咁先影咗先。驟眼睇咧就見唔到有悠悠嘅，因為悠悠係着紅色波鞋嘅，我記得。好似豬豬油啊！豬油係下一組喎，已經見到悠悠啦。弟弟，我幫家姐打氣啊！迫不及待去同個女加油先，弟弟。又有豬，又有豬，邊有？媽咪嚟咗。加油！弟弟喺上面睇緊你啊！小小運動員正式進場。又有豬，加油啊！先油做下高抬抬先油。好認真 warm up 緊嘅悠悠。熱身熱身。加油啊！好緊張啊！為佢緊張啊！弟弟唔好嗌住先，而家未有時間你嚟呢個。緊張嘅5分鐘應該有5分鐘，1000米應該有5分鐘。加油啊！悠悠豬！啊家姐，加油家姐！加油啊！悠悠！應該係我啱啱嗌太大聲嘛？冇事冇事冇事。冇事，啱啱爹哋嗌得太大聲係嘛？家姐加油，家姐！加油，家姐！加油，家姐！犀利喎！犀利喎！
好跑得快啊，係嘛？我衝刺跑得快。係咯，最後衝刺跑得好快，點解唔早啲爆啊？點解唔早啲跑爆佢啊？係嘛？遲咗係嘛？係啊。應該早啲係嘛？係啊，啱啱應該提早就要跑啦。你後面跑得咁快係嘛？我想留啲力上。你留太厚啦係嘛？下次要早啲用係嘛？啱啱係後面啦，都係啱啱好咯。嗯。所有衝刺都用晒嘅啦。弟弟咧？你要去邊度先？你要唔要揾翻林先生？要去翻嗰邊係嘛？去啊去。咁弟弟咧？啱啱啊！佢話喺終點等你，我都唔知，我而家打俾佢咯。你先等一陣先。我見到啊！我見到你要爆發咁樣砰砰聲咁樣，快過幾個人啊！我咧好大聲咁嗌加油，跟住嚇到弟弟喊。爹哋又影到弟弟喊。今次咧係又有第一次參加嘅公開比賽，估唔到咧又有平時要 Pika 吹頭嘅媽咪側邊嘅 BB 又有，居然可以完成一個完整嘅1000公尺比賽。然後係真係佢好努力咁樣去訓練，即係成績我覺得真係第二嘅啫。而係佢一直去鍛鍊、堅持去訓練，我覺得係好值得表揚嘅一件事。今次嘅睇住佢比賽，睇到佢跑完晒成個比賽，係真係好感動嘅。原來阿女係可以獨自完成到一件事。哪怕係我哋朝頭早6點半就起身送佢去練習，我覺得都好值得。因為由呢個4年級開學嘅時候咧，又有已經每一個星期有3至4節嘅操練嘅，有時係返學前嘅1個鐘頭。咁所以我覺得佢付出係比較多嘅。付出比較多，放學啊，又放學就即刻入去練習。佢有抱怨過，因為練習嘅時間太多，多到一返到屋企就食完飯就要瞓覺。係啦，咁啊，但係今次見到佢咁有恆心、咁有毅力完成到咧，表示感動。唔錄住先，好想暈。黐住。又有真係用咗好多心機同時間去鍛鍊。其實我相信學界比賽每一個學生都係犧牲咗好多可以玩嘅時間去練習，哪怕冇攞到個牌，其實我覺得佢哋可以持之以恆去堅持鍛鍊咧，都係一個好值得表揚嘅事情。比賽嘅過程咧，佢哋又可以鍛鍊到自己冇咁緊張，大膽一啲。你出成績一陣間 send 俾我哋。好啦，請你食麥當勞啦，弟弟冇瞓。食唔食麥當勞？笑。今次田徑比賽雖然攞唔到獎，但係我都好開心，因為 BB 有俾我打氣，同埋咧第一次長跑好開心，好好玩嘅話好刺激，同埋啲啲好俾我打氣啊！